日本藝能界大神木村拓哉早排就去咗 Big Camera 走咗一轉。原本佢換 iPhone 17嘅片段已經令人大呼貼地，見到佢揀完手機又肉緊咁，即時買埋 Mon 貼同埋保護殼，唔少人都覺得好有共鳴啊！點知等緊換機嘅同時，佢仲有繼續佢嘅家電行程，展現佢不為人知嘅好男人一面啊！唔講唔知啊，佢竟然會自己落手做家務，仲非常之中意吸塵。喺戴森區試完一部又一部，尤其大讚推出咗冇耐嘅 Pencil Vac， 吸得又輕又順，一試上手直情有衝動吸晒成層樓先翻嚟啊！作為用家，木村認為可以放平嚟吸塵係一個重要功能。另外仲有一樣木村都非常睇重嘅，就係戴森近年新增嘅 Fluffy Optic 激光灰塵偵測功能。冇咗佢，就算係最新推出嘅 Dyson V8 Cyclone， 佢都即時放翻低，仲講明呢個功能不可或缺。睇嚟平時真係用唔少啊吓！一連試咗幾款之後，木村最後都唔知買邊款好，話要遲啲先嚟再揀過。呢種選擇困難症，唔知又會唔會係你嘅寫照呢？